好，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我是宽宏大量看世事、安心自在无顾虑的黄凤如。拄则有讲者讲到心情来了乌阴天，变怎才通好出日的5款撇步。头一句我们来介绍第6款撇步。心情若郁卒，大声唱歌解委屈。因为一条发度感动人的歌，是歌手本身喜乐哀乐的表现。这就是今仔日我的主题。第2歌的哀乐喜乐。头起先，我先甲大家问一下，一条歌是要怎互人感受到歌手要表达心情呢？认为是歌词的请举手，来，有人举手无？歌词的有吼。旋律也是撩撇的，请举手，有无？有吼。是唱歌的开口，有吼。哎呦，有哦。第4种歌曲背后的故事，有无？敢有？有吼，无毋对啦。以上各种因素拢会影响到歌曲想要表达的心情。总是准做讲一条歌写到画面有感情。若无一款上界速回的开口来甲三角，就唱袂出迄种感觉。好，今仔日我想要甲大家分享，我感觉上界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唱歌的开口。一条歌，一个歌手要安怎利用伊特殊本身的一寡开口来表达出百款的情绪。今仔日甲大家介绍4种的开口哦。好，来第2种，头一种就是。靠腔，就是鼻音甲拖好长，而且咱拖长正前的爱加一寡力。来，譬如讲，咱念哼，来做伙来，哼，好对。好，所来咱甲送拖好长咧，佮加一寡气，来，哼，来，对，无毋对，这就是基本的鼻音。好，即马我来，恁就要真足听。我等下我要唱蔡小虎的《痴情胆》。我一了唱线的，恁就甲我讲，我倒一句有用到鼻音的口腔，是《痴情胆》，也是疼痛的。就是人啉的痴情胆。一杯是爱的疼痛，倒一句咧，疼痛对无？无毋对。好，搁来听蔡秋凤的。恁敢有听过蔡秋凤这个人？有吼。恁敢有听过因倒一首歌？金包银哦，无毋对，内行的。好，即马咧，我来介绍伊的鼻音口腔。伊是规首歌自头口到尾已经成做伊的特色咯。安尼即马我来模仿伊的金包银。别人的生命是黄金甲包银，阮的生命毋值钱。安尼有悲哀无？有有是要好无？有好，咱所来第2种。喙笑目笑的开口，就是咱唱歌的时阵呢，爱有欢喜的表情。好，咱即马请大家甲隔壁的小弟看，来，甲隔壁的小弟看，然后对我念笑眯眯来。好，恁念煞了，拄则有人是吉一个西面咧讲的无？有哦，有诶举手，无嘛？好。好，咱搁溜一遍，但是这边呢，爱有较明显的微微啊笑的表情。好，咱对我来，笑眯眯。无毋对，水啊，就是安尼。好，我来示范一个，这个王力友的上水的伴。你爱注意看我的表情哦。我等下唱，有偌大，甲小命命，倒一个我唱的时阵上表情。毋惊未来的风雨有偌大，同款将你惜命命。这应该真明显了，是倒一个？对，就是惜命命。以后咱拢会晓做歌手啊。
好，第三种气皮的气口。哦，这种气口呢有两种的特色。第一种就是用着拿喉的音，就是呢做一款啊送开创作爆发力。哦，一听听就真有气皮哦。啊，其实讲咧，种拿喉音大家拢会晓唱啦。啊，唱会好诶，哦，其实无几个，因为呢实在是足困难的啦。哦。而且真紧的伤着拿喉，袂当伤接用哦。因为恁敢有听过台语歌上出名的尖雅文？有吼，有听过吼。10几年前咧，伊拢用拿喉音去强调伊的气魄，就讲名文谱嘛。哦，对，这应该老一辈人有听过。哦，但是用到尾啊，煞因为安尼生一粒瘤哦。好理加在，伊有量早去开刀，才好利利哦。好，另外除了利用这个拿喉音去创造这个气皮气口，嘛是有一种呢是声音爱拖较长、拖较悬的。譬如讲，查某人咧歌的歌，咱甲拖好长，看大家会当动偌久。来，歌预备来，歌。开啊无，对无？敢无开啊？有吼，哦，这种开口呢，就是会考验着哦，大家戏话量，就是看你有偌大班。好，即马我来示范一个钟镇凯所翻唱的《中出江湖》，注意听哦。中出江湖，唔通阻挡我的路。我袂搁再认命，袂搁再让步。有等下咱主排起着无？有无？啊，有发出心声的感觉无？好，咱搁来听一遍。但是这遍呢，恁爱甲我讲，我倒两句有出现到我拄则讲的两种特色：拿喉音、声音较悬较长的声音。好，来注意听。中出江湖，唔通阻挡我的路，我袂搁再认命，袂搁再让步。好，是倒两句。哦，第一甲第四无唔对，就是头前甲上尾啊。好，咱搁来听一首查某人的歌，拄则有听到，这嘛是有典型气魄。一声风雨，啥物才凄个大一滴查甫人的歌？有无？有吼，好，多谢大家。好，最后一种就是后甜音，这种发音的方式呢是甲按滚珠降较低落，啊，规个拿喉的嘛着爱震动哦。亲像讲二这个字，大家来对我讲二。好，咱即马呢，咱拖好长，而且送气量呢爱加较少咧。像讲来，来，你摸者你敢有感觉你的拿喉咧震动无？有吼，有就代表讲你已经成功发出这个后甜音哦。好，譬如讲，我等下要示范的曲强的歌单，爱着我曲强的歌单，这个拍呢，我就是用后甜音咧唱。爱着我曲强的歌单，有听到？有吼。好，即摆呢，甲大家考试一下。这条王力友的《简中类》你等下听一下，我倒一个词有用到后甜音，是揽还是吼呢？你若会揽着旧相片，拢无音声，吼几年，是倒一句？哦，揽无毋对。另外这个吼呢是气音，这气音要怎发？就是气甲送开，吼来，
好，嘿，无毋对，好，搁一遍。哦，对，这就是起音。哦，以后拢有唱歌的天分。哦，以后歌手拢是恁。好，经过今仔日我安尼介绍，希望大家以后咧唱台语歌的时阵，会使利用即寡技巧来表达感情哦。就会记哩，你们做伙念无？好无？好，来做伙来。喉音热情解有神，喙笑目笑听有形。喉甜发音怨风尘，口腔鼻音心咧凝。歌星要做有可能，zan厝爱有几若停。声情着好伴感情，绝对袂输黄奕玲啊！主持人。